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耶利米书第19章第1到第15节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到第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仆人。应该要如何才能成为上帝眼中好的仆人？非常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敬拜上帝。但是事实上在生活当中却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考的。首先我们要思考被拣选或是被呼召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标。有人受拣选，领受救恩，成为基督徒，成为门徒；也有基督徒被呼召，成为上帝的仆人。更进一步的说，就是成为使徒。曾经到几间不同的 7-Eleven，却有完全不同的经验。上个礼拜到新竹圣经学院受训，到了附近的 7-Eleven 买了一杯咖啡。当时候店里面唯一的员工，在我们进去的时候，马上就大声喊说：“欢迎光临！”那我就转头对着他说：“麻烦一杯热拿铁。”结果他完全没有理会我，完全没有反应，继续巡视的他在巡视的陈列柜子，一边巡视也继续对着门口叮咚叮咚叮咚的声音，很自视性的回应：“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”却没有任何表情。其实我是可以等的，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期待的是他告诉我：“请等一下，负责的人马上来。”或是他有其他的反应，可是没有。又在前几天，在傍晚的时候，跟牧师娘出外运动，却遇到突然而来的大雨。我们只得能够躲到附近的这个廊下来避雨。后来就进入旁边的一间 7-Eleven 躲雨。站着站着，没有多久就有员工过来问说：“你有在找什么吗？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哦。”没有多久，又有一位没有穿着制服的人来问我们需要什么吗？然后就对着我们在站着的这个橱柜的里面的东西说：“哦，这3个100元，我再送你们纪念品好了。”那牧师娘就猜想说，这个人可能是这一家店的店长。在里面躲雨大约20-30分钟里面呢，总共有4位这个店的员工过来打招呼。牧师这样的形容这2个经验，不知道兄姐觉得哪一间店的员工是尽职的 7-Eleven 员工呢？基督徒呢？基督徒是福音的仆人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成为上帝眼中、邻舍眼中的好仆人呢？如果在选举的时候，有某位的候选人一再的强调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，
但我们却看到他到处去拜访的时候，却进到庙里面，因着选票的压力，他就拿起香来拜。这样子是上帝的好仆人吗？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去买了一个陶器的这个瓶子，然后他再以这个以色列长老年长的祭司的面前，将那个陶器来打碎。上帝要耶利米先知这样宣布说：接着上主吩咐我在同行的人面前打碎那瓶子，向他们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说的话。他说：我要消灭这人，粉碎这城，像人打碎了瓶子，不能修补。人要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陀斐特，因为别的地方没有空地埋葬他们。我要照样对付这城和这里的居民，使这城变成陀斐特。耶路撒冷的房屋、犹大君王的宫殿，以及曾经在屋顶上向星宿烧香、向神明奠酒的房屋，都要像陀斐特一样，成为不洁的地方。因为以色列人虽然蒙恩得救，并且受呼召来跟随上帝，但是他们却是追求敬拜偶像。圣经又说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子民离弃了我，他们在这里向别的神明献祭，污染了这土地。他们拜的神明是他们和他们祖先所不认识的，犹大的君王也不认识。他们把无辜者的血洒遍在这个地方，为巴力祭坛造祭坛，在上面焚烧自己的儿女做牲祭。我从没有命令他们这样做，我连想也没有想过这种事。因此上帝要让以色列人们遇到极大的苦难，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离开上帝的保守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所说的话，他说：我要照我所说过的话，降大灾难在这城和周围村庄，因为你们顽固不听从我的话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好仆人就是要将这些事指示兄姐。这些事就是记载在昨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。保罗提到了他们将会背信，去顺服迷惑人的邪灵以及鬼神的教导，甚至在饮食上也有怪异而背离真理的教导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好仆人应当要尽责，如同先知一样，要将上帝所托付一切的话一五一十的传达，要严格的教导，使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朝着敬虔的方向受到锻炼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如果你把这些事指示弟兄姐妹们，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。同时，那信心之道和你一向跟从的正确道理，会帮助你自己在灵性上的长进。至于那一些不值一谈的荒唐
传说都应该要避免。为着金钱的生活锻炼自己，身体的锻炼固然有益处，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，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。这话是可靠的，值得完全接受的。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与教导，让他能够在成为年轻又有好典范的主工人，成为上帝眼中的好仆人。这当中有最著名的一段经文提醒，就是别让人小看你年轻，无论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纯洁各方面，都要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在宣读圣经、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多下功夫，直到我来。不要忽略了你属灵的恩赐，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去做，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。你要谨慎自己，对你的教导也得小心，要有恒心做这些事。这样你不但能救自己，也能救你的听众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心追求他的真理，忠心于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，成为他眼中的好仆人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为什么要妄图叛乱？为什么万民虚幻策划？他们的王侯蜂拥而来，他们的执政者一起串谋，要攻击上主和他选立的君王。他们说，我们来征服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。上主从天上的宝座发笑，他讥笑这些人的愚蠢，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，在气愤中他惊惶失措。他说，在锡安我的圣山上，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。那君王说，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你求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，全世界都要归属你。你要用铁碗统治他们，要粉碎他们，像粉碎瓦器一样。王侯们啊，要谨慎；执政者啊，要受教，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，俯伏在他面前。不然，他的震怒急如星火，你们要突然死亡。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谢谢主，让我们有福蒙恩得救，也让我们蒙召在教会服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但是做事，更将每一件事、每一天与你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追求真理，作为第一要务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